有好多人問我，同樣係 lotion， 點解我製造嘅舒敏修護乳液會有咁大功效嘅呢？我自己本身有濕疹，手部嘅問題最嚴重，試過坊間好多其他嘅天然乳液，但係大多數都係用精油做嘅，成效一般般。天然藥膏就有好多都好 work， 但係全部都油淋淋，日頭做嘢同夜晚瞓覺都好唔方便。我本身係買中藥嘅，知道好多草藥對濕疹同皮膚敏感都好有效，我就諗下可唔可以用古法浸製藥油，再將藥油製作成 lotion， 咁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咁每日搽無限次。經過唔同材料嘅配搭同試驗，我就得出而家嘅呢套配方。我嘅草藥油係用天然有機材料浸足60日，將藥性全部浸晒出嚟，再做成乳液。我都試過浸少過60日，但係功效真係唔一樣。好多親戚朋友都試過，無論係主婦手、突發皮膚敏感定係濕疹，都話我嘅乳液有超乎想象嘅修復力。咁多人讚，我就開始諗下點樣將佢做成商品分享俾大家。然後我就開始研究包裝設計。呢支 lotion 由內到外都係我一手一腳做出嚟，希望同大家分享。我知道保持皮膚健康嘅關鍵就係消炎同保濕，所以無論有冇發濕疹，我都會 keep 住用呢隻 lotion。我全身皮膚都係靠佢，希望你哋都鍾意啦。